Raven Channel 大題小做。九型人格學係一個有2000幾年歷史嘅古老學問，最早起源於古老嘅蘇菲教派，係一個遊牧民族千年來嘅經驗嘅累積，同易經一樣有千年嘅歷史。佢按照人們習慣性嘅思維模式、情緒反應同埋行為習慣等嘅性格特質，將人分為9種。九型人格分為9種。第一型人格係完美主義者，第二型人格係熱心助人者，第三型人格係成就追求者，第四型人格係浪漫藝術者，第五型人格係博學多聞者，第六型人格係尋求安全者，第七型人格係享樂主義者，第八型人格係天生領導者，第九型人格係和平主義者。咁喺九型人格裏邊呢，佢係有一個理論嘅，就叫側翼理論。絕大部分人只會偏向一種鄰近嘅側翼嘅性格特質，同一個型，但係有唔同嘅側翼，兩者嘅核心價值一樣，但係性格、待人接物嘅態度嘅差別就好大。亦即係話 wings 啦，一 wing 9呢，就係理想主義者，一 wing 2呢，係鼓動家，二 wing 1係公僕，二 wing 3係施捨者，三 wing 2係明星，三 wing 4係專家，四 wing 3係貴族，四 wing 5係詩人，五 wing 4係偶像破壞者，五 wing 6係問題解決者，六 wing 5係防衛者，六 wing 7係拍檔，七 wing 6係表演者，七 wing 8係現實主義者，八 wing 7係標新立異者，八 wing 9係忍讓者，九 wing 8係貪求舒適者，九 wing 1係夢想家。九型人格裏邊呢，有個理論嘅，就係健康階梯理論。咁佢牽涉到呢，就係性格嘅升華或者惡化嘅理論。咁當一個人處於輕鬆又或者係處於壓力嘅狀態嘅時候呢，就會產生兩個獨立嘅升華或者係惡化嘅方向。而升華嘅方向呢，第一種就係1758241，第二種呢，就係3693。順住頭先方向嘅人格呢，係屬於升華嘅方向。如果調翻轉嚟行嘅話呢，嗰個就係惡化嘅方向。照頭先所講啦，17582413693，咁即係1去7啦。咁1去7係代表咩呢？就係放低拘謹、寬容樂觀、敢於嘗試、獲得開朗嘅。咁7去5呢，就係減少衝動、處事冷靜、深入思考、獲得理智。5去8，堅強勇敢、果斷自信、言出必行，獲得嘅係威信。8去2，熱情友善、樂於助人、心胸開放，獲得純真。2去4，堅持心願、
自我享受，愛人愛己，獲得謙卑。4去1，安分守己，是非分明，客觀冷靜，獲得平衡。3去6，盡責細心，三思後行，忠心耿耿，獲得忠誠。6去9，隨遇而安，放下焦慮，信任別人，獲得信任。9去3，目標明確，勤快，積極，自我挑戰，獲得果斷。喺9型人格裏邊呢，有一套理論叫做能量中心，或者係能量主導。其中分別呢，就係腦中心、心中心同埋腹中心。以思想為原動力嘅就係腦中心，思考主導；以感情嚟到做原動力嘅就係心中心，係感情主導。如果用行為行動嚟到做原動力嘅呢個人就係腹中心，本能主導。咁腦中心即係代表咩人呢？就係第5型、第6型同埋第7型。心中心就係第2型、第3型同埋第4型。腹中心就係第8型、第9型同埋第1型。